第11届立委的当选人2月7日就要就职，同一天会进行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。国民党的韩江培今仔日早起会拜访民众党，也那民进党的游蔡培是下晡会过。另外，民众党黄国昌是提出题目，问哪条的阵营敢有同意单一调位的一个制度。 民众党主席郭文铁2被到高雄社票，新国会2月7日就职，不过3党拢无超过半数，和民众党真最关键的少数，影响立法院长的补助。进前应邀请国民党甲民进党闭门会谈，国阵营候选人2、9月分别拜会。早起有国民党韩国瑜、江启臣拍头阵，下晡轮到民进党去拜会。 毕竟是那8个要进去投票嘛，所以他们大概听完，他们经过民主程序，只是我们会确保。 团进团出。针对于不管我们本党党团或者是其他的友党来争取支持，争取支持，朱立伦交予候选人家己去争取。央国民进党团总调关建明批评，闭门面试是事实的行动。感觉民众党要投予什么人，到今天也唔知咧，那就搁再搬戏。回答什么叫司法改革或是技术正义，这都不对的。立法院长最大职责是什么？就是国会外交。 他应该针对国会外交这一块，去指挥韩国瑜。民众党一直出招，在国会改革4个诉求了后，部分区立委当选人黄国昌2被搁再提出委员会改制单一调位制。那当初这一个复苏招委啊，基本上在设计上面就是要弱化国会监督的力道。 不过，关建明认为，双调位制目的是为国会生态平衡，单一调位制不可行。批评黄国昌就是伫帮助国民党取得8席调位，再搁向国民党来挑战分享调位的席次。另外，国民党总调之争赖书宝已经讲要退选，胡坤基感谢新娘，更加强调早期的政府会谈到国会进行改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